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專注研發快速體外檢測方案，微流控生物晶片快速檢測平台，提高咗檢測效率，喺15分鐘內實現準確嘅複合測試，有效監控，作出即時應變，防止疾病傳播嘅爆發。我哋主要係做一個快速檢測嘅平台。咁好簡單，我哋係用一個新一代嘅生物晶片，我哋希望可以做快速嘅測試。咁我哋固然即係呢個對我哋公司一個好大嘅鼓勵啦。FitMe喺過去嗰10年咧，都好積極推動創新科技。咁過去嚟講，即係有好多獎項，其實都係針對一啲已經係市場化咗嘅一啲產品嚇。咁而呢個即係新嘅呢個獎咧，其實係對於一啲即係比較有創新性啊、係科研性嘅一啲公司，即係一個好大嘅鼓勵。